有請，有請梁志祥立，有晒梁志祥全國政協委員，有請大會主委係啦，蔡健新會長同埋總監梁振會長係陪同啦，有晒。我哋有請冼道強副會長贊助咗2萬元，梁其開副會長贊助咗2萬元，同埋林少蘭副會長贊助咗2萬元，多謝三位，請上台接受感謝狀。好，接住咧係致送呢個黃金贊助人嘅感謝狀啦。我哋有請康樂主任陳德安先生贊助15000元，榮譽會長郭時興先生 MH 贊助咗1萬元，榮譽會長黃錦良先生贊助咗1萬元，香港白雲聯會代表贊助咗1萬元，東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代表贊助咗1萬元，同埋副會長麥樹輝先生贊助咗1萬元，同埋係啦，請各位請6位一齊咧係上台接受呢個感謝狀嘅，唔該晒。亦都係有請係榮譽會長郭興坤先生 MH， 亦都請上台接受贊助咗1萬元嘅，多謝晒。好，多謝晒梁志祥全國政協委員請回座，並請蔡副會長同埋梁副會長係同步㗎。接住咧，我哋恭請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陳麗華女士咧係幫我哋接送黃金贊助人嘅感謝狀㗎，亦都有請大會主委蔡健新副會長啦同埋總監梁真副會長係陪同嘅。我哋有請副會長黃禮森先生贊助咗1萬元，副會長鄧寬佑先生贊助咗1萬元。副會長李任基先生贊助咗1萬元，副會長梁振華先生贊助咗1萬元，同埋副會長袁開華先生贊助咗1萬元。請各位咧係上台接受感謝狀。好，多謝晒石陳麗華福利專員，亦都請蔡副會長同埋梁副會長係勞報㗎。接住我哋恭請廣州市白雲區統戰部部長劉國華常委咧，同我哋接送黃金贊助人嘅感